好。好，请问阿婆，我爱判你嘛个？我嘅身份证娘嘅签都签唔到，想我来抢过一张。身份证咩唔见呢？系么？我哋爱看清楚，系唔本人判你哦。我看一下我嘅户口名簿哦，我嘅大名系彭曼妹。除咗身份证，还有带配种证件么？比如讲健保卡，也系讲驾照。哎呦，好，我健保卡本。好，按次说，相片抢单人数行嘅一张，系么？呀，还有一张。好，再我看一下，身份证系那样时张地唔见脱咧喏。他有嘅系前几日咧，上礼拜也系上张嘅。怕忙有一个礼拜。哦，记得系田那嘢唔见脱咧么？就怕你有户口呢啦。好，同留一下联络电话哦。好，冷月23456789。好，0123456789，请啲一位签名。好，阿婆，爱同事贵妃200个元，麻烦先到后背坐一下哦。我还要一系列重要嘅时间。是啊姐啊，我数办一家个，按自说呐。阿婆，唔是生意啦。